當你準備出嚟領受聖體嘅時候，教友如果戴咗口罩，請先行除咗口罩放置好，並且用酒精搓手液潔手，先至出嚟排隊。教友排隊準備領受聖體時，請把雙手疊成寶座。當神父、執事或者送聖體員向你講基督聖體時，請你清晰回答阿們，然後用另一隻手蓋上保護聖體，並移步準備領受聖血。請你清晰回答阿們，並且攞穩聖體，小心沾聖血，用另一隻手托於聖體之下，然後馬上領受，並且安靜返回座位祈禱。以下係一啲我哋喺領受聖體聖血時唔正確嘅做法，請大家留意。出嚟排隊領聖體聖血時，請你專心。喂，陣間有冇午茶？喂，試下新開嗰間啦。邊度啊？喺邊度嚟㗎？過2條街啫嘛，我帶你去。好啊好，陣間我哋完咗嚟晒一齊去啊！喺門口等，叫埋阿陳太、黃太一齊啊！好啊好啊，係啊好啊。領聖體時唔好單手或者平攤雙手，甚至急於用手去攞聖體。當你領聖血嘅時候，唔可以將聖體當做匙羹去潷聖血，唔可以點過量嘅聖血同埋揈聖血。如果唔小心跌咗聖體落聖爵，唔可以嘗試用手去攞，更加唔可以俾手指沾上聖血。請你重新領過另一個聖體啦。如果已經將聖體放咗入口，千祈唔好喺口中攞返出嚟點聖血。如果唔小心將聖體跌咗落地，或者聖血滴咗落地下，請你保持冷靜，即刻通知送聖體員處理。領咗聖體聖血之後，應該立即領受，唔可以帶回座位或者俾其他人。